南科特电区 FG 专区100多公顷的基础建设，有优雅公园、儿童游戏场以及主题区、商业区等规划，开21亿外，经过3年半，终于如期完成区段征收开发。市府地政局29号盛大举办启用典礼，伫闹热的人西座镇正式要甲市民见面。未来当容纳15000多位居民，作为南部科技人的新故乡。3、2、1，请前采。我们 FG 完成之后，很多好朋友就可以都市生活机能就可以进驻，让南科的工程师就能够他可以更安心。那我们学校除了南科10中之外，那好好马已经这个设立了那所以说很希望大家共同来建设大南科区，也共同来发展大南科区。FG 区未来嘛将引进绿色运输甲南科的自行车道结合，形成整体交通网络。同时嘛透过善福大道串联 LM 区到麻豆新市的市中心更加方便。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。